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民众党的郭文德连续逼出大选做假消，阁有用补助款4300万买办公室的证据。郭文德今仔日是开记者会，甲支持者会室咧，宣布要甲党内请假3个月接受调查。虽然讲这木科公司的小目，阁有4300万的证据拢还未解决，不过郭文德是强调讲，这第三势力未就安尼，都互人消灭。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最近加入起几项争议，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今日回唔到，伊讲因为政治的错误，已经咧考虑要向党请假3个月，暂时离开党主席的职务，主动申请调查。因为这种种的错误，你知道我几经思考，你知道我还是要向党请假3个月。我个人也要好好反省，你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带领台湾民众党？到底还能不能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愿景，还有继续前进的力量？那代理党主席的人选，民众党讲以党中由中央委员互相推荐，会赶紧决定。那针对提4300万选举补助款来买商业办公室，郭文德讲确实是考虑了无周至，造成外界负面的观感。不过上班敢要交付信托，会由律师来评估。嘛讲上班甲租金都是要互民众党使用的。针对政治现金无实在申报的代志，迄当阵的郭文德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表示，经过2礼拜检查甲比对，发现支出到交期无报的有210条，支出减报的有130条，计共1937万5409块。记者会嘛公布甲木科公司合约有争议的代志，双方对授权金的理解有真大争差。庆总主张139.9万元，木可主张授权金是1500万元，这当中的落差我们感到无法接受。我们要求木可公司应该要退回争议的款项1360万元。要相信专业的，对方，这到底是要告要怎么告，还是要怎么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钱聘律师呢？在记者会上尾，郭文德嘛带领民众党全体党公职向支持者激将会室内。郭文德嘛强调讲，虽然犯错，不过第三势力的火势是未发起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台中刑事法的建案，施工的吊管落落来，陷着台中捷运的铁轨路，害一台列车撞起嚟，造成1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目前台中地检署侦结，甲2个工人提起公诉。不过，这刑事法公司说是无代志，不起诉处分。台中捷运列线去年5月弄到刑事法建案落来的吊手，造成一死13伤的重大事故。台中地检署预告侦结，确定塔吊拆除作业2个工人涉犯刑法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若是刑事法介入营造等公司拢得到无起诉，消息一个出来，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基本上我是觉得不合理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工地那边应该就是有监督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连坐责任这样子。外包，建设公司就道义上的责任了，所以法律上是还好的。我是认为这样。检方表示，指挥的辛苦工人加机械操作员4个工人违反塔设吊车工程时间计划书，也有拆除机说明书的规范，方便做代志，拆除吊手造成意外，有明显的过失。暗过刑事法介入营造等公司以及现场工地生出来负责人，因为无违反作业规定，所以无刑法会当归责的理由，互因无起诉处分。承办检察官经调查证据，并审酌全部卷内相关的资料之后，认为其余的涉案人等，他并没有违反相关的作业规定，没有刑法上应予规则的事由，原予不起诉处分。台中市高龙局表示尊重司法，高龙部为了改善捷运事故的通报机制，已到已购修正台中捷运法部分条文，除了规定一般的行车事故，个因为事件嘛爱通报。另外，乌白等物件影响行车安全，走入行车路线管制场所，为本来相关会当罚7500，提高到100万的罚款。如果有擅自闯入大众捷运系统的路线、桥梁、隧道、涵管内跟站区内的非公共通行的处所的话，我们这次修订的第50条，处罚1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交通部讲，修法的范围包括若发生事故，捷运公司拒绝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相当甚至会当废除营运许可，强化主管机关对捷运营运机构的监理机制。已购修正期有60天，预定10月底就会当颁布施行。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天主教媒体报道，咱台湾的友邦教廷最近公开讲中国好话，那像是要甲巴结。教宗彭济国嘛拍拼咧推动对话。
而且高中可能会为着要访问中国，拍通这层关系，都和咱台湾断交。那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会全力维持和校订的邦交。这些文物如果没有被看见它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彰显。部长林佳龙代表外交部关12件文物给故宫，而且宣布后续会阁关9件，因为这个文物唔但是专别的资产，嘛真有意义。像这个明朝嘉靖时期的徽章碗，都见证咱国捌甲德国建交的历史。贴纸上面写的德文“中华民国驻柏林大使馆100号”。其实外交部有100多件艺术收藏。林佳龙讲，文化外交是真重要，希望这个文物去到故宫了后，会当运用伫展览、研究甲教学，协助台湾走向世界，嘛要稳定邦交国。不过有天主教媒体报道指出，咱国友邦校订最近几啊届公开美化中国的形象，教宗方济各嘛积极推动梵蒂冈甲中国对话，推测教宗会为着要实现访问中国的目标，牺牲甲台湾的邦交。针对这点，林佳龙讲，会全力维持台湾甲校订，也有天主教会的关系。我们密切关注教廷跟中国的互动不过我们也呢很密切的跟教廷合作，宗教自由还有这些人道的关怀上有非常多的交流，20-30万的一个信仰者这个也是我们推动外交最坚实的后盾。到大陆去，这是教宗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因此就牺牲台湾，我觉得教廷要跟大陆建交，有很多问题要克服根本理由就是大陆对宗教是控制非常严格。真主校订大赛杜德生指出，中国有3000万的天主教徒，所以历任的教宗拢希望改善甲中国的关系。不过，在中国放任对宗教的管制进前，中国甲梵蒂冈的关系恐惊真恶有实质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综合新闻？来看前交通部长李明赣逼出外援的摆台。伊请示了后，行政院长杜英泰公布由行政院的发言人陈世凯来接交通部长职位。不过，陈世凯伊无专业的背景，青帮白帮就要换交通部，引起外界质疑。去年7月，嘉义有庙会照景发生爆炸，造成29个人受伤。一个细条的查甫人涉嫌家己做炸药，佮挑工警人济所在犯案。检方伫咧嫌犯的徛家找到炸药，威力是超过10粒巴拉弹。目前一审判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今年双十宴会伫婚林，最近并且都有人放消息，讲要请活动的工作人员160个人，1点钟算300多块。不过警方向婚林管区查证，确定这是假消息，要求这个铺文要拆掉，提醒民众唔通互骗去。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顶个月 Trump 犯暗杀的新证据，因发现枪手要研究讲要安怎对 Trump 或者是拜登来开枪。不过枪手落尾是安怎会决定要攻击 Trump， 目前也唔知影原因。那 Trump 本人认为特警局的卡手无够甲保护，是受到拜登甲贺锦丽指示，要求因2个人就要担责任。川普7月13日，宾州巴特勒造势时阵，互人暗杀，造成正面的耳仔受伤。FBI 拜三进一步公布枪手作案的新相片，包括伊使用会当拗的枪支和牌仔，含藏伫车内爆炸的装置。FBI 嘛讲，枪手事前有去网络斟酌找攻击的目标，敲找的对象包括川普和拜登，2个加起来是敲找超过60摆。A sustained, detailed effort to plan an attack on some events, meaning he looked at any number of events or targets. And then when this event was announced, the Trump rally was announced early in July, he became hyper-focused on that specific event and looked at it as a target of opportunity. FBI 调查发现，讲枪手锁定川普这项造势活动了后，要伫案发前几天敲找集会地点的资讯，包括川普会伫倒位发表讲话，含伊准备爬起伫厝顶的建筑所属公司的相关资料。伊伫开枪进前已经踮伫厝顶6分钟，但是 FBI 分析现有的证据了后，嘛是无法度厘清枪手的动机，嘛无清楚敢有其他的共犯。Right, we have a clear idea of mindset, but we are not ready to make any conclusive statements regarding motive at this time.
政府严命保钓的川普进前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指控讲拜登和贺锦丽必须要替这个暗杀事件来负责，因为因无互特勤局配有够的人力来保护伊的安全。但是川普并无提供任何证据来显示拜贺两个人有直接干预特勤局的安排。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美国总统大选倒头剩剩67天，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伫咧摇摆州 Georgia 造势。当地这非洲的人口是真济，贺锦丽是拍拼咧求选票。那共和党这边煞有风声讲，因为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一直讲唔到话，共和党内就批评 Vance 会害 Trump 输去，所以要换人出来选。根据美国民调网站 ，Vance 最近的支持度干那33%，不过讨厌伊的人煞是加10%，有43%遐济。而且最近，Trump 本人搁伫咧社群媒体打出伊和小老婆甘乃迪的相片，外界就咧叫讲，伫咧9月7日进前，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就是要换做小甘乃迪。这只拿小宣传广告的大只巴士，去到美国乔治亚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甲伊副手华祖拜访这个州南部的一间高中，去甲学生鼓励。乔治亚州是关键州之一，非裔选民就占1/3。尤其伫咧南部，非裔人口是占上济。总统拜登顶个月宣布无要竞选连任进前，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伫咧乔治亚州的民调是明显领先，互一寡非裔选民对民主党是感觉真失望。民主党伫咧2020年，捌以差无12000票摕到乔治亚州选举人票。贺锦丽讲，民主党会伫咧有16张选举人票的乔治亚州选赢。另外一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范斯伫咧威斯康辛州造势。演讲的时阵，伊搁一改批评贺锦丽提出的政见。顶一日，伊针对美国2021年为阿富汗撤军、历史13个军人死亡的代志，讲贺锦丽伫任内对这件代志是拢计外挂，也若反诉甲纠缠的言论嘛引起争议。And she wants to yell at Donald Trump because he showed up. She can go to hell. 这并不是反诉头一届发言不当，选民对伊的观感是一直拢无较好。加上顶一日，不属于民主党的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甘乃迪宣布加入川普的团队，互共和党换副手的讨论是赢赢杯。In about 10 battleground states where my presence would be a spoiler, I'm going to remove my name, and I've already started that process and urge voters not to vote for me. 小罗伯甘乃迪今年70岁，是生伫政治世家，英过捌伫民主党下底。伫党内竞争失败了后，就退党独立参选总统，规个家族是真无认同。伊伫顶礼拜开始就暂停竞选活动，转做支持共和党的川普。路透社报道，甘乃迪希望甲川普交换条件达成协议，伫川普政府内底担任职务，也若换副手的期限是9月7日。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来看风台珊珊加去日本了后，透大风上大雨。今仔早起咧，风台是为6年倒悬定律。这九州的雨水袂输是车桶倒落来的，有人起厝的厝挂是去互风吹走。爱知县咧，因为水崩山上无3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74个人受伤。日本的当地拢总是针对225万居民发布避难警告。伫咧九州7个县超过25万户失电，有6间医疗院所是爱家己发电来维持医疗设备运作，包括 Seven、全家甲 Lawson， 拢总有900名便利店是暂停营业。新干线嘛停驶，飞行机停飞。目前预估风台会顺本州向东北边去哩。未来这几天四国嘛会上大雨，而且尚无影响到9月3。来看阿根廷，因为通货膨胀，钱资来珠宝。总统米雷伊上任了后，推动改革，取消补助，减少政府的开销。即阵因为总统要阻挡退休金条款被派法案，引起退休人员的抗议，和警察起冲突。这警察毋但是喷咸姜仔水，佮用棍仔来拍示威的民众。大丁阿根廷退休民众甲镇暴警察一直相杀，警方对示威民众一直拍，甚至用警棍甲因讲，致使真侪退休人员受伤。警方一直喷咸姜仔水，想要压制人群，不过抗议民众情绪煞愈来愈激动。日本发生伫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抗议行动，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因为主张对阿根廷财政进行局部收缩的总统米雷伊，按算要行使反决权，封杀国会日通过要甲退休金提高100%的法案。阿根廷超悬的通货膨胀，让退休金愈来愈高。真侪人的退休金面对一直起的物价，根本都无够用。
Un jubilado acá en Argentina gana un poquito más de $200, la jubilación mínima. El 70% de los jubilados gana eso. Después hay un 30% que gana más, pero el grosso de los jubilados tienen ese ingreso miserable. Miserable porque el costo de vida en Argentina es muy alto。未来以批评甲退休金提高的法案是国会内底财政腐败分子要破坏平衡政府收支的经济计划，会使阿根廷损失3700亿美金，差不多是代表11条800亿，完全不负责任。这种数目相当是阿根廷 GDP 的0.45%，这也是2024年各政府部门正无简单欠落来，所以安尼会互国库带来无法度负担的开销。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印度的北方邦过去2个月，常常发生野狼咬死人的事件，上无有8人死亡，而且大部分拢是囡仔。当局即阵是出动无人机甲舰艇要来掠狼，嘛呼吁居民暗时啊毋通家己一个人出门。村民摸囡仔遗体，在场的亲友哭甲真伤心。印度北方邦巴莱奇市最近2个月野狼攻击人类的事件真多，已经知影至少8个人死亡，包括7个囡仔甲1个妇人人。有关当局利用无人机追踪野狼，发现因走的速度更加惊人。村民嘛常常伫田园内底找到野狼行大的脚印。有关当局出动宣传车，呼吁民众避免暗时单独出外，同时唔通见在囡仔伫野外活动。专家指出，印度野狼有可能因为生态低甲食物减少，才会攻击人类饲养的精神也甲细汉囡仔。北方邦的民众除了造成巡逻队自救，当局嘛部署真侪队伍来掠野狼阵。उसको ट्रेस करें, ड्रोन से ट्रेस करें और उसको चाहे जाल लगा के पकड़ें या ट्रैंकुलाइज करें, जैसे भी है हमें उसे पकड़ना है और लोगों को ये आग्रह करना है कि खुले में मत सो। 林业部讲，因会卡苗使用大枪的材料制造大枪伫现场的假象，通阻止狼群挖进主体，卖伫较偏远的所在甲城落陷阱。上新的消息是，伫当地29已经有掠到一只攻击人类的野狼，即个是利用炮啊甲伊赶去特殊的路线，再搁加麻醉。目前落网的野狼已经互送去动物园安置。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英国有一个10名的国会议员，伊的带路狗是真出名，号做 Jenny。有民众替伊办社群媒体笑话，声别2万人关注。这 Jenny 实在是真受欢迎，甚至是有家己的新闻官。为看无人带路是导盲犬重要使命。英国国会也来一只导盲犬，叫做珍妮。伊的工作是为新科国会议员史蒂芬·达令带路。珍妮帮助达令伫国会内底行伫正溪走廊甲楼梯之间，真紧就受到大家欢迎。Really positive the engagement that people have had with Jenny and also across parties as well. She's a good bridger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politics. 达令是为英格兰西部沿华都市托贝来的代表自由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不过比伊本人以导盲犬更受到关注。最近有人帮助珍妮伫社群媒体 X 创立小号，真紧就吸引将近2万的民众关注，而且真受欢迎。珍妮甚至乎专属的新闻官，就连主人行伫路拢会等伊甲民众互动翕相。She is a very sociable dog, and her favourite hobby is being loved by people. I'm actually having to build in extra time when I'm walking in public areas because people are wanting to take selfies with Jenny. 另外，伫英国东南部东索塞克斯郡的小城路易斯，伫都市边缘是树林甲草坡，狗伫遮也无共款的任务。伫这特制狗穿的架顶悬，两边有一个大地啊，地啊内底种沙掺各种的花草的种子，下边开一个小坑，那小坑震动，沙地甲种子也向涂骹。狗仔穿这种架到树林内底散步，种子就对因的骹部，也伫这片的土地。It's a double whammy in that respect. You're having a nice time, we're enjoying being out here. At the same time, the dogs are helping to regenerate the place. It's good. 这是铁路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最近推出的计划。过去30年，基金会致力将爬远的铁路吊车场改造成做湿地甲林地，即马已经看到效果。这项狗仔保证计划灵感，其实是为几千年来野狼的行动来的。In the wild, wolves travel huge distances. Sometimes that's for 100 kilometers.
kilometres a night, and they carry seeds in their fur and they drop them. And we thought, wouldn't it be great to replicate that using our seed packs? 对狗仔甲主人来讲，参加这项计划无任何负担，就连狗仔也乐在其中。因为每一摆报证了后，因拢会得到一块饼做奖励。 What do you think of Myrtle? Well, she's wagging her tail a bit, so she doesn't mind. As long as she gets a biscuit at the end of it, she's fine. 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日本新奈川的海边啊，出产真侪乌泥，这乌泥的数量侪甲强要甲海草拢食完啊。当地水产技术中心都甲乌泥好起来，改用高丽菜甲饲。毋若抢救海洋生态，听讲这食高丽菜大汉的乌泥，口味是搁较香甜。 伫咧日本神奈川县豆子市的志工团体渔民也有研究人员，长期伫咧海边啊采集这种紫海胆，因为因的数量实在太多了，甲海草这款海洋食物食了了，造成海花沙漠化的危機。海藻がなくなった場所はウニがかなりいるんで、それをダイバーだとか漁業者、漁師の人が潜って、あとはその水木で。 拾ったりで駆除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全然減らないので、ものすごい数がいると。海草是海洋的森林，鱼仔的庇护所，对维持生物多样性正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这款伤过多海胆掠走。海胆一档一档好起来了，以前拢是送去附近，互造产人做肥料。神奈川的水产技术中心怎么开发出新的用途，互因踮伫咧人工的环境，用一寡较歹无要卖要报废的蔬菜甲因饲，发现这款海胆正爱食，特别是高丽菜、小香菜等这款叶菜类。因若食蔬菜海胆，伊会当摕来食的成熟线会生做较大，食起来是比野生的海胆气味较甘甜、较好食。 この研究所ですと、キャベツですとかそういう野菜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非常に美味しいウニができ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ので、それをどうにか、商業化してですね売り物にするような研究を現在進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神奈川县以前的研究有试过各种其他食物，海胆是无紧食，不管是豆腐、鱼皮、酱菜，因拢食。要是发现叶菜类效果上好，要若是食柑仔。 因的烧水会更加饱。伫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平湖、马祖也有同款用高丽菜饲海胆的实验计划。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